各位街坊睇過嚟啦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美田村5到6人大單位嘅完工案例，客人已經入住咗，一齊嚟睇睇我哋係點樣做佈局設計嘅。入門處到頂 C 字鞋櫃，集合多種儲物功能，又有燈帶散光出來，執嘢放嘢幾方便咯。好啦，入到來仔房。3尺地台床啦，床尾到頂衣櫃啦，掛衫摺衫都得喎。入門口位置都係有個到頂儲物櫃，空間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隔離就係女仔房啦，設計3尺地台床，側邊都係有到頂衣櫃可以掛埋衫褲。細房咁樣設計，各自都有獨立空間，靚晒啦。最後一間，我哋設計咗上下架床，風格設計都係好卡通嘅，客人都係好有心機咯。衣櫃掛衫啦，書台啦，應有盡有。客廳呢邊就做個細嘅矮櫃，餐台擺埋幾溫馨咯。最後睇睇廚房浴室佈局情況啦，入邊設計 L 型上下櫥櫃，石英石台面易打理啲啦。浴室鏡櫃組合又有玻璃浴屏做埋乾濕分離啦。好啦，咁樣一套5到6人大單位，你話抵值唔抵值呢？有興趣快啲 PM 我哋啦，拜拜。